先生此生一次从无女儿，这位小姐她是谁呀？是啥人在我家门前推困啊？哦，原来是梁师兄！哎呀，梁师兄，聚会！咦，啥子地里这门去？我们不是呀？哎，请进去。啊，林师兄，话嘛，等一等再说，先请坐，我去倒杯茶来。啊，林师兄不用客气，小弟我有话要问你。哎，梁师兄，啥子急这样心急呀？请问林师兄，小弟是在路过府上，看见有什么？哎，你知道我的脾气，为什么讲话要吞吞吐吐的？哎呀，讲啊！我家里有的东西，只要你喜爱，尽管拿去。哎呀，林相公啊，那就是公子不高不矮，身在中堂不是娇娇滴，有我是也哪一林师位？兄，那一位小姐，她是府上的谁呀？哦，你问的是他呀？是啊。不瞒侬说，她就是我的阿妹。小弟林兄自幼同场，情谊不熟，从不曾听说林兄还有一位灵妹呀。哎，从前没有，现在就有了啊！开玩笑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啥人和侬开玩笑？阿妹嘛，就是阿妹。侬不要奇怪，我来讲给侬听。袁小姐同母传亲到分家，回来昨日过长江，我听得有人落了山，急忙冒船家就去了姑娘。哎呦，中哎呀，她是山东的人，孟啊家女，在青岛南京来经商，不因我逃兵死呀，他就生气啊过刘江，我娘亲见他都爱怜，就急着命问高呀当。如此说来，他的生死才是凄凉。请问刘师兄，不知灵妹教务方面，今年青春多少？可曾许配人家了啊？哎，梁师兄，你一不是算命，二不是测字，问得这样详细做什么啊？刘兄喜得灵妹，小的问问也有妨啊。对，应该问他呀，名叫荣阳，今年18岁，在婚时嘛，怎么样啊？还没有咋咯？了啊！这里你知道真像是牛吗？为荣耀，你儿与谁真相好？闺中代书有情郎，求他林兄去留情，以免得林官月老比嘴长。刘师兄，请就小礼一礼。林
弟应该啥理呀？小弟就是看刘兄。哦，原来梁师兄还有事要求，啥个事情弄得讲不过亲戚王兄千万要帮忙。哎，此句话你说出来，叫我怎样帮忙啊？既然不讲，一定没有啥了不起的事。哎，我们还是到书房里去下下棋咯，消消气。哎呀，慢，那么你就松快的说吧。刘兄啊，小弟是实在叫我去有差。哦，是来让我一同前去。不是不是。才叫我男女灵媒去烧香。哎呦，这香好好的好，哎，那怎么样啊？刘兄啊，小弟心事愿谁讲？你讲，你讲啊！到如今，我为得淑女前来问望，君在必先从天家，缘起容易呀悲啊！我望刘兄真该小弟才是啊！劝两兄，哎呀，西长毛，这对姻缘我担当秘密此，哎，他们家我方郎才女我真想到，我做美人保证公安，你即刻就准备走心啊！我今天就谢了你这个下美礼。啊，刘师兄，那小弟就走家营了。好，少快，马上给你个回应。哎呀，来呗，来呗，请小弟。哎，刘师兄，刘师兄。兄，阿妹，主爱各地听你迎接迎接，这位是梁师兄。梁师兄，四妹，恩兄，问小妹出来有什么事吗？哎，阿妹，刘师兄。要到你这去，好好好，那么请啊，相告。哎，刘师兄，哎，小弟告辞了，告辞了。那是你去杯茶，你去杯茶。那是。哦，原来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恩兄，究竟有什么事啊？恭喜阿妹，恭喜阿妹！两妹喜从何来？阿妹，方才那位梁师兄，你可曾看得清楚啊？恩兄分着做甚啊？阿妹，那位梁师兄啊，是托阿姑来做媒的。阿妹，你看他好不好啊？当今子夜红梅赛，那君子不会转身来。看见他气宇轩昂，平地法，叫人手上打转。
梁师兄啊，神有神在，文有文在，比起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位。恩兄夸赞两国事，此郎君神富贵。阿妹，阿妹，到底愿意不愿意呀？啊？哎呀！恩兄不明女儿心，叫我怎能把口开？阿妹，阿哥祝大妹生病第一位，从来不撒谎，句句实在。提起那两钥匙，大哥不赞美，他三是相夫，为呀公子。在人间为家哦哎哎，他不是当上宰相？是啊，那他的梁子龙之子不错啊。恰是星空相匹嘞，真的我莫等有看嘞，天行万人用上。到底答应不答应呀？多谢恩兄为小妹操心，只是小妹年纪还轻，要在家事奉你父你母，以报救命之恩。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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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，这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啊？这美女我一定要注意成功。